那你还有想要嫁富豪？如果有认识到的话，都可以，名字有豪也可以。就是因为常常会，每次我一难过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有逞强的病，就是会马上下一秒的念头就是，这还好吧？你已经比很多人幸运了，有什么好哭的？有什么好难过的？你应该要怎么样一点？你应该要怎么样一点？久了，那些情绪真的出不来。然后我也是这2年才发现自己这个状况越来越严重。那个墙上不是有300张照片吗？然后有些照片是就是贴满整面墙，所以最靠近天花板那一排，我怎么跳那个床我都撕不到，然后你就会突然瞬间觉得我怎么那么没用啊，跟人家分手了，照片还撕不掉，然后就突然觉得很委屈，然后就停不下来。那你自己怎么疗伤？分手怎么？旅行。哦，那像以后去旅行，我一回来大家就问我，等一下也不一定啦。我现在拍完戏需要放空，也会去旅行。疗伤就是一直看对方的东西啊，看对方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可是不会拿刀叉那个就很变态啊，就是觉得因为没了嘛，可是你又想念的时候，你只能这样子，就是手机拿出来一直滑，于是有怎么能这样这首歌，不可以这样，不鼓励。所以也会看合照那些。不会看合照，看对方的动态。你疗伤最久的一个时间，最久就2年吧，2年久就是因为还没遇到下一个，可能自己长大之后也慢慢的会觉得，我先爱自己好了，好像不用全部都把自己的价值全部挂在一个人身上。以前不是基督徒的时候算命，他们讲的好的我都记不住，他讲的不好的我就完了，我是在30几岁才会结婚，我如果硬要走演艺圈，可能嫁不到富豪什么的类似的。我真的有就被算过说会嫁富豪，然后还算过我说，你不用想要走演艺圈啦，你一辈子都不可能，就是你红不起来，类似这样子。我就后来就问老师说，老师，但如果我就是很想要走演艺圈呢，我会嫁不了富豪吗？我问他问题竟然是这个，他就说也是有可能，人生就是有可能随着你的一个选择的改变。我觉得记这种不漏用的，所以这就是要训练大家内心的迷之音。其实我们要学习把好的放大啦。我现在就是在练习这件事。那你还有想要嫁富豪？如果有认识到的话，都可以，名字有豪也可以。名字有豪，我乱开玩笑，千万不要再帮我对号入，我真的只是开玩笑，名字有富也可以，好不好？